2026年第一個要注意嘅時段咧，就係第一季，即係特別係2、3月。因為咧喺2月中開始咧，其實就會有一啲好密集嘅星象嘅，咁啊，即係好多嘢發生就代表好混亂啦，即係好容易有啲好混亂嘅狀況。特別喺2月下旬咧，本身其實日月食嘅日子咧，即係可能嗰2個禮拜或者嗰1個月咧，能量已經係比較混亂嘅日子啦。同埋咧，特別喺日月食嘅當日或者係前後嘅1日，都容易有天災人禍嘅，即係可能地震啊嗰啲啦。咁啊，基本上我都唔建議大家去旅行咧，係揀呢一啲日子。咁啊，隔咗幾日之後咧，就土海正式合上啦。咁啊，基本上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好難講得清咧，係咪20號呢一日咧有啲咩事發生嘅？佢係一整個 period 都係接近之中啦，同埋有時外行星嘅相位咧係好依賴一啲快嘅行星咧係去做一個弱引咯。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總之係呢個 period 都係 under 土海合上嘅一個能量嘅。咁啊，再下個禮拜咧就會係水星開始逆行啦。咁啊，水星逆行都算佢仲要喺雙魚座，就係水星咧弱勢嘅星座。咁所以咧，水星嗰個能量咧都係好唔穩定嘅。咁啊，水星就係代表交易啊、交通啊、你同人溝通啊，或者係一啲嘅電子嘅產品啊、電子嘅 system 啊咁樣啦。咁所以咧，我覺得2月嘅中下旬至到3月嘅話咧，譬如可能交通好易混亂啊。股票市場好容易波動啊，或者係有好多真真假假嘅消息啊，突然之間又邊個又政策又轉向啊，又取消啲乜嘢啊，又翻轉頭啊，即係好亂咁樣咯。然之後咧，再喺水逆嘅期間咧，就係重疊咗月食啦。係啦，咁樣所以 overall 嚟講，我會覺得2、3月咧就係好混亂啦，唔係好適合去旅行啦，唔係好適合去開展一啲新嘅計劃咯。係啦，我覺得係啦，起碼4月之後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基本上可能斷斷續續去到4月中咧，呢一個影響都喺度嘅，因為咧陸陸續續有啲內行星咧就會入去呢個白羊座嘅位置啦。係啦，本身有土海喺度，就係本身有一堆炸彈。咁跟住咧，你嗰啲咩火星啊、水星啊、月亮啊呢啲行得快嗰啲咧，入咗去咧就好似係即係打火咁樣啦，就係點燃咗個弱引啦。咁特別係我 mark 咗呢幾日咧，因為月亮咧佢其實行得好快嘅，佢2日半就會走。咁所以咁啱呢2日半咧，佢就係喺呢一個星群之中啦。咁就係4月15至到19啦。咁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咧，係容易啲發生一啲。係比較動盪啲嘅日子啦，或者係容易有一啲意外嘅事件啊咁樣嘅。咁呢一個星群咧，基本上就係由0度至到7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行星係開創星座嘅0至7度嘅話咧，咁4月中咧都會係值得去留意嘅時期嚟嘅。係啦，咁啊，基本上有火星啊嗰啲喺度嘅話咧，可能就係件事爆發啦，件事來得好快啦，件事咧擺咗上台，你冇得去忽視嘅。